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7，诗篇33篇2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愿你的慈爱临到阮，照阮所望你的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慈爱临到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所行公义、所做公平、所讲真实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赦免的恩典，无快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伫你奇妙的业理中，愿属伫你的儿女，会通领受这极大的恩典甲恩赐，互阮通伫万有中真最尊贵。主啊，愿要感谢乌罗里无煞。主啊，愿要遵探你的心意，愿听你，服侍你，伫阮的一生中，愿要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真一世人来荣耀你。愿你的慈爱临到阮，照阮所望你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